1986年秋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疾坚赞，视察访问了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这是班禅副委员长第一次到这块雪域祥瑞的藏族地区视察。在为期50多天、行程2000多公里的视察访问中，副委员长先后到了泸定、康定、道孚、卢霍、色达、甘孜、石渠、德格、巴塘、理塘、稻城、香城等县，受到了甘孜州境内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全州78万人民的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热烈欢迎。秋高气爽，当班禅副委员长一行踏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大门二郎山顶时，立即受到专程赶来山顶的自治州党政军警等各方面负责同志的迎接。副委员长的心情显得特别愉快。他下车以后，与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问候，相互敬献哈达。来，多美的高原景色，合个影吧，记下这难忘的相会。随同班禅副委员长来甘孜州视察访问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卓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扎西泽仁、四川省副省长罗通达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在向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城行进途中，班禅副委员长一行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真诚地献上一根根洁白的哈达，上面凝聚着对副委员长几十年来致力于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民族繁荣兴旺伟大事业的敬重和爱戴之情。在甘孜州视察期间，班禅副委员长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节奏，走访工厂、农村、牧区和学校，与各级负责干部讨论研究问题，接见各界知名人士，并游览了名胜古迹。在举世闻名的泸定城，副委员长高度评价了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壮举，希望泸定人民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这座英雄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好。
工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副委员长来场视察。是谁拦住了副委员长的汽车？哦，是康定孤儿院的孩子们。地震灾害和疾病夺去了他们的父母亲，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也和全国所有儿童一样，正在健康成长。今天，他们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路过，特地来到路旁，想见一见尊敬的副委员长的面。副委员长高兴地下车，和孩子们交谈，并向孩子们赠送了礼物。四川省藏文学校是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才创建的以藏文教学为主的学校。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来校视察的喜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把校园布置得整洁清净，用隆重的民族形式进行迎接。班禅副委员长视察康定民族师范队。藏文学校的学生要培养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民族的，既有知识，又愿意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专门人才。党的政策太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时，班禅笑着说，要勤奋劳动，争取尽快富裕起来。班禅是人民的副委员长，又是一位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他爱国爱教，在佛门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各寺院和僧众设帐焚香远迎，为大师洗去征尘。班禅大师应信教群众要求，在道府、如获等县进行讲经、摸顶等佛事活动。班禅大师说，
活动，做到利乐众生，不可向信教群众搞摊派，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大师还说，活佛应该有学问，要懂宗教知识，也要懂科学。班禅大师视察四川省藏语佛教学院，按照教规，向院内大殿中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祖磕头叩拜。党的10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在人民政府的资助下，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毁坏的喇嘛寺逐渐得到了修复。康北著名寺庙甘孜寺大殿今天新逢修复竣工，班禅大师为大殿落成剪彩开光。给僧侣和信教群众灌顶，有10多万信教群众聆听了大师的讲经和摸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县时，格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曾任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
방송도 나와봐. 아, 단도 도원이네 세계 유형 세계를 나라 단네 산에 나라라 지금 조ሾ라 지금 다주 유형게. 도도 상만 나라라 야버지 단. 네 말을 비기네 안녕하세요 마부죠도. 那小子都他妈偷了家了，那谁都不是我那个。辩经是喇嘛取得佛教学位的一种答辩考试形式。站着拍手的是提问者，盘腿坐着的是答辩者，旁听的任何一个喇嘛都可以提问。今天，大金寺喇嘛举行辩经，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祭祀形式。 今天也成了欢迎仪式。德格印经院位于德格县城内。1732年，由德格第12代土司却吉登巴泽人始建，历史上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纳唐印经院并称为3大藏文印经院。如今，拉萨、日喀则印经院已荡然无存，德格印经院成了唯一的藏族文化宝库。院内保存的藏文典籍书版217000块，内容包括各种佛教经典、著作、译作、传记、历史、医学、哲学、历算、词书文法、诗词音韵、音乐、美术、雕刻和工艺技术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班禅副委员长视察该院，观看工人们印刷经书的情况。山西地公马龙波地建立杨多波在业界做等比学上蒙多到我那块3年比上不说句句是门级的心呀哇他妈几句故宫啊多有那边的呀他妈几句我就变得那就是你我也他妈你不要那多不当结果那么那就是你我跟他妈去中为什么一起见到那么那么就是你当地就当当地当那么那讲究不当当的就是大地之心也也当当的嘛。
是应该要啊，他们就过这个问题。班禅副委员长走访宗教界知名人士，与理唐喇嘛寺寺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香根巴登多吉活佛亲切交谈。这个康威的答应哦，就这么去讲，1986年9月4号，班禅副委员长结束了甘孜州北路的视察访问，前往西藏昌都地区。9月23号，副委员长再度跨过金沙江，从巴塘踏上甘孜藏族自治州这块雪域祥瑞的土地上。班禅副委员长十分关心甘孜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视察的整个过程中，每到一地不顾旅途的鞍马劳顿，详细听取了当地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工作汇报。他这个直接有的，直接不下子，看不了啊，能看不了。啊，정말 어려운 것도
在把然后用具体，人家过了都这个现在他谈的明白了，当然这个结果来都还是多，中央的嘛单位还是多，当然的行业的还是不多，你人家个结果还是多，没毛多了多，但是毛到的结果还是多，一个就是多到从多公众点。接见各界人士，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各族人民的问候。在这个两个文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方面，我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非常的高兴。检阅武警战士，视察公检法机关。班禅副委员长希望人民的卫士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中做出新贡献。공정 그거 그때 저거 리기바 소마는 차킨 아니 rum보체라 가든 체초아야 雀儿山海拔4900多米，是川藏线上的一座坡陡路险的山峰。为了使川藏线畅通无阻，破路的道班工人常年忘我地战斗在这里。雀儿山武道班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个道班曾荣获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领导同志很关心的。这个座谈向工人们赠送了慰问品。34年前，在修筑川藏公路、打通雀儿山的施工中，解放军某部班长、共产党员张福林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班禅副委员长向烈士墓敬献了哈达。这个是委员长吩咐的。班禅副委员长十分关心甘孜州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视察了民族贸易公司。对公司货架上摆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需商品感到满意。藏医是祖国医学宝库中有待进一步开掘的瑰宝，和藏学一样，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的重视。班禅副委员长视察赫达和德格藏医院。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族手工艺在整个藏区享有声誉。康令银器、白玉藏刀、德绒的木器，近年来有较大的发展。副委员长仔细地了解了有关情况。在视察期间，副委员长接见了来自瑞士、西德、印度、尼泊尔等回国定居或探亲的藏胞，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解释了党的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托他们向在国外的达赖问候，欢迎他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班禅副委员长向回国藏胞赠送了他在拉萨传召会上讲经的录音磁带。8月7号下午，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召开州县干部大会，班禅副委员长在会上做报告。他说，我们要加强藏汉民族的团结，加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藏族要欢迎汉族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来州参加建设，要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样，汉族同志也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班禅副委员长说，我们要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有的人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这是我们应坚决反对的。就我个人来说，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班禅副委员长向甘孜州各级政府赠送礼品，各级政府回赠礼物。这个任务，这个钱你们用的藏文教学方面，今县班上2等70简章，副委员长苏家木名，彭家华故乡，甘孜州花旗花。是个酷爱歌舞的民族。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歌舞的海洋。班禅副委员长等所视察的地区，近年来更是歌舞升平，人民欢居乐业。人们载歌载舞，欢迎班禅副委员长的到来，歌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藏族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歌颂今天各族人民的新生活。
猎枪是藏族男子汉的喜爱物，赛马更是力和美的显示。今天，他们骑上骏马，从草原上驰骋而过，祝愿藏民族像飞腾的骏马更加繁荣昌盛。
人。